誰教導犧牲的底線？而巨蟹座甘願無間斷，沒太多反覆的心酸，以自然替你擋一箭，只想見你無瑕沒破損。誰渴望吸取些溫暖？而巨蟹座指我能夠公以轉點，最後變成灰燼都不願，讓你的冬天熱熱點，就算苦也有分甜，沒有需要太自憐，明知重地未必可幫你心動，無人好心也自輸送。